伫前一阵啊，台湾上涌的村仔，这台机之声唔着引起讨论。最近台南的街仔路也出现三块大型台湾上涌的拜年看板，有民众认为讲，这个问题早就反映过，台南搁再甲这错误的村仔变搁较大地，反映了后的回应同款是版权问题。12路口车辆来来去去，远远就看到这块5层楼高的村仔看板，真显目。这是立委林俊宪今年上新的大型看板，要向大家分享台湾着12强赛冠军这场代志。不过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甲台湾上勇的村仔印出来，无用正字就引起讨论。这回伫台南佫出现放大的版本，这市民是认为无该妥当。骑车有经过有看到，啊，不过听讲介绍有人讲迄字有点仔唔对。 无改改过来，也是用这个台湾上好的送客的送，嘿，啊，所以安尼讲市民昨一看到咧啊，感觉讲安尼是啊对，感觉足眼药的啦，嘿。这个台湾上用看板是专台头一地向民众拜年来使用，即阵伫台南3个路口嘛通看到，原来是蔡其昌将林俊宪的直播节目时，因为村仔发了啊，授权予林俊宪会当做看板，不过又搁互人质疑无用台文正字，林俊宪回应是考量版权才安尼生。就是讲人的版本啊，安尼啊，咱就甲尊重，照伊原来的版本，啊，就因为电子档哦，电子的档案，咱就直接甲用。因为民众是讲希望政府会当带头做位用台语正字安尼啦，因是安尼讲。这建议嘛袂歹啊，好啊。表示讲大家有心想要用台语来书写啦吼，啊，只是因为大家抑个对台语的书写抑个无讲介熟悉，所以咱就利用这个机会甲大家讲，台湾上用应该是上下上啊，咱来用这个高尚的上。 无论音也是字，其实拢是无介正确的。台语老师希望趁这个机会，会使互大家明白正字的重要性。台语该教育，开水讲台语，落笔写台文，安尼生才是正版的做法。因望政府爱带头来做典范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